那我们今天呢，就直接从就是大理路的第五课，就是第155页的地方，就是从遣他法的地方呢开始讲起。那一般呢，在讲遣他法的时候呢，其实有提到说潜入，还有说潜入和沉入这两种。在这里呢，在讲遣他法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会讲到说，遣他法或者说遮止法呢，其实是一样的，就提到说像是遮遣或是遮止，那这些呢意思呢都是一样的。那至于呢，这边讲到说遣他法，那这边讲的遣他呢，就是遣就是排除的意思。那他呢，这边他指的呢，就是指到说非彼的意思，就是呢去除非彼的这个相呢，叫做遣他法。所以这边他指的就是指非彼，所以指到说去除非彼，就是排除掉非彼的这个相呢，就是我们这里所讲的遣他法。那所以呢，我们提到说这个他呢，我们是解释为说是非彼也好，或是说非智也好，就是说呢，排除掉非智相，或是排除掉非他非彼相的这个呢，叫做这边所谓的遮止法。那我们在遮止的时候呢，可以透有两种方式来做遮止。那一个呢，就是透有文字，那一个呢就是透有分别心。那无论说是分别心也好，或者说透有文字去遮止呢，那都是可以的。那也就是说呢，把不是自己的相，或者说不是自己，或是不是这个东西呢，遮止掉呢，叫做就是这边所谓的遣他法，就是遣除掉非自相的这一分，就是遣除掉不是自己的这一分呢，叫做遣他法。就是以瓶子来说的呢，我们要遮止不是瓶子的这一分呢，叫做遣他法。那所以呢，我们在讲说遮除的时候呢，就以瓶子来说的话呢，就是透由诠释自己的声音呢，然后把不是自己的这一分给遮遣掉呢，那这是透由文字呢去做遮遣，或者说就是透由分别心呢，就是我们现起一个不是这一法的这个心的时候呢，那就是透由分别心呢来做的一个遣他法。那所以呢，我们在讲说遣他法的时候呢，就是非自直接遮止，就是不是自己的这一项呢，然后直接遮止掉呢，是所谓的遣他法。那所以呢，就像刚刚所讲的，还有是呃能全的身，还有说像是分别心这两种。那所以呢，就是在不同的一些论点里面呢，在安立定义的时候呢，会有不同的安立方式，因为有的呢是透由就是能全身的方式呢去做安立去做遣他法的一个定义的安立，那有的呢是透由分别心呢来做它的安立，但是其实呢这两种呢都是可以的。我们现在呢就先看第155页呢，就是建立遣他法。那这边呢就先提到说它的性相。那就是遮遣法呢，它的性相呢，这边就提到说，比异于觉知显现时，现为待遮遣相。那这个我们以瓶子来做譬喻来说的话呢，那这个就说比喻就是我们看到瓶子的时候呢，于觉知，那这个觉知呢指的是心。那特别呢这边是指说在分别心，就是说瓶子呢在分别心显现的时候呢，如果是现为遮遣相的话呢，那它呢就会变为遮遣法。就是我们我们现在从定义方面的，就是从性相方面来解释的话呢，就是提到说这个比喻，就是瓶子呢，就是当瓶子呢于觉知，那觉知我们知道说是指心，那这边心呢又特别说，刚刚有讲到就是指分别心的部分，就提到说瓶子呢，它如果在分别心显现的时候呢，它如果是现为就是大为遮遣相的话呢，那它就会变成说是遮遣法。所以这边呢，先了解定义，先了解说性相呢是什么意思。那如果说呢，我们在这边带入事例来说的话呢，就比如说我们放非非瓶来说，那非非瓶呢，就是我们带入到这边来的话呢，那比喻呢指的是非瓶。那非瓶呢，它在我们分别心显现的时候呢，那它如果说，因为它本身呢非瓶，那你再加个非字的时候呢，就是遮遣掉不是非瓶的这一分，就只要说是瓶子的这一分。所以在讲说非非瓶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说
比翼于决失。那这个比翼呢，指的是非平这一点，就是非平呢，它在决失显现的时候呢，它是现为遮前的。它现为遮前什么呢？就是现为就是非不是平直的这一点。所以呢，这个呢，我们可以知道说非平呢，或者说非平空，这个呢，就是这里所谓的遣他法。那所以呢，刚刚我们是用非平呢来做带入。那如果说除了非平之外呢，那我们也可以用上是无平或说非平呢这两者来带入。那以非平来带入的话呢，就提到说，非平呢就是比喻，就提到说非平呢被非平于觉知显现时，就说非平呢被正的非平直的这个分别心呢，在他内心显现的时候呢，它是现为带遮遣的。那它所遮遣的是什么呢？就是遮遣它是平直的这个相。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非平呢，它是属于遣他法或是所谓的遮遣法。那同样呢，无平也是一样，就是比喻呢，就是无平呢在正的无平的分别心所显现的时候呢，它是直接显现呢，遮止掉什么东西呢？遮止掉有平直的这一分。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说，无论是无平或是非平，或是刚刚所讲的非平等等呢，都是所谓的遮遣法。那在这边呢，就是通常呢会有一个辩论题产生，就是会提到说，身是无常，或者说无常呢，它是否是属于遮遣法？因为呢，就是在讲身是无常的时候呢，它是直接遮止掉了身是常法的这一点，所以呢，有一些祖师呢，就把身是无常或是无常呢安立为是遮遣法，但是有些祖师呢，他会觉得说无常呢，它本身呢并非是遮遣法，它是成立法，所以呢，那这个辩论呢，我们在之后呢再来探讨。那接下来呢，就提到说，这个呢是遮遣法的性相，那同样的呢，它也是遣他法的性相。那所以呢，我们刚刚有提到说，为什么叫做遣他法呢？它就是把不是自己的这一分呢遮除的缘故、排遣的缘故呢，称之为是遣他。那遮遣的意思呢，也是一样的，就是把不是自己的这一分呢给遮止掉，称之为是遮遣。所以呢，就提到说，遮遣法和遣他法两者呢是一样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接下来看到说，此异于觉知显现时现为带成立相及成立法的性相。那这个呢，就如同刚刚一样。那这个呢，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平直呢带入，因为平直呢，它本身呢就是成立法，所以平直呢，在正的平直的分别心显现的时候呢，它是现为成立相的。那什么叫做现为成立相呢？它不是非自直接遮止。它并不是非自直接遮止缘故呢，所以它是一个成立相。所以我们可以说平直呢，就是平直它在正的平直分别心显现的时候呢，它是直接呢就成立的，因为它并不需要去遮止不是自己的这一分，所以呢这个就提到说是成立法的性相。那所以呢这边我们就了解到了就是遮遣法的性相，还有成立法的性相。那刚刚呢，我们也提到说，平直呢，它本身呢是处于成立法，但是呢，非平呢就是遮遣法。那其他像是无平或是非平等等呢，也都是属于在遮遣法里面。那这边呢，我们就是解释完了，就是遮遣法还有成立法。那对于说这两者呢，就是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疑问？如果没有疑问的话呢，我们可以继续的往下探讨。因为这边就等于是把一个总的部分，就是成立法跟遮遣法它的性相呢，给解释完毕。那所以呢，我们这边在讲遣他法或是遮遣法的时候呢，就要对遣他法跟成立法这两者呢有一个大略的概念之后呢，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往下看。那这边就提到说呢，遣他法可以分为无遮的遣他法和非遮的遣他法这两种。那我们第一个呢，先讲到说就是无遮的遣他法。那什么叫做无遮的遣他法呢？那就以无瓶子这一点来说的话，那无瓶子这一点呢，它为什么是无遮的遣他法呢？那就第一个呢，它符合第一个条件，就是是遣他法。那是遣他法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就是
比喻于觉知显现时现为待遮浅相。那它是如何符合这个呢？就以无凭来说呢，就是无凭呢，当它在正的无凭的分别心之上所显现的时候呢，它是现为遮浅相。那它是遮浅什么东西呢？它是遮浅了有凭子的这一分，遮掉了有凭子这一分之后呢，然后现出的遮浅相。所以第一个呢，就是无凭呢，它符合第一个条件，就是它呢即是浅他法。所以呢，这边呢就提到说，就是要符合呢，就是无遮的浅他法呢，要具备两个条件。那第一个条件呢，就是提到说它本身呢要是浅他法，所以呢无凭呢它具备第一个条件是浅他法。那接下来呢讲述第二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就提到说，说智之身时，遮浅该法之所遮凭，不令引出成立法。那就提到说呢，就以无凭来说，就讲到说没有凭子的这个声音的时候呢，它遮浅掉了该法，就是无凭呢，它所要遮止的部分，它所要遮止的呢，就是遮止掉有凭子之后呢，它不会另外引出其他的成立法。就是讲到说，说自身，那这个自身呢，就提到说，说没有凭子的这个声音，说没有凭子的这个声音的时候呢，它遮浅掉了，就是无凭子的所遮品，无凭子的所遮品呢，就是有凭子的这一分，它遮除掉了有凭子之后呢，它没有再另外引出其他的东西，所以我们光讲说无凭的时候呢，就是遮止掉凭子之后呢，你并不会再听到其他有什么成立法，所以呢，它是符合这两个条件。这里呢，所以就提到说，就是像以无凭来说呢，就是遮浅该法之所遮品，那就是直接遮止掉了有凭子之后呢，那这边他这边所讲的所遮呢，都是只要说直接所遮，就是直接遮止掉了有凭子这一分之后，它不会之后呢，不会再另外引出其他的成立法呢。那符合这两者条件的话呢，就是所谓的无遮。那就是有人会讲说无遮浅他法，那通常呢也是讲说无遮，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无遮和无遮浅他法这两者呢是同义的。那一般呢我们都是直接讲说无遮。那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这里呢，在讲说无遮法的时候呢，就是它遮浅掉了它所要遮止的这一分之后呢，它不会引出其他的成立法。那也就是表示说，比如说我们刚讲说无凭，就是在讲说无凭的这个声音的时候呢，在说无凭的这个声音的时候，它直接遮浅掉了它的直接的遮止，就是直接遮止掉有凭子这一分之后呢，那它直接的所权是什么呢？它的直接所权就是没有凭子，就是无凭。除了无凭之外呢，我们不会再听到其他的成立法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呢，这个就是所谓的无遮。无遮就是遮止掉之后，它除了它本身遮掉东西之后，它最后所权的呢还是无遮。它最后所权出来的东西呢，还是遮浅法呢？那这个呢就称之为是无遮。那我们一般呢，在讲说无遮的时候呢，那无遮又可以分为两个，就是第一个呢，就提到说呢，它所遮止的呢，和所知呢是有可能是所知的，跟它所遮止的呢是非是所知的这一点。那所以呢，我们直接讲到说无遮呢，它就可以分为说它的所遮呢是所知的无遮，跟它的所遮呢非是所知的无遮。那就以我们这边所讲的无凭或是非凭来讲好了。那它的所遮是什么？它的所遮呢是凭子，所以呢它是属于说所遮呢是所知的无遮，它的所遮是所知的无遮。因为它所要遮持的呢是有凭子这一点，那凭子呢是所知的缘故，所以呢它是属于说所遮是所知的无遮。那所遮非所知的无遮呢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们在讲说补特伽罗无我的时候，那补特伽罗无我呢，它所要遮持的呢是属于补特伽罗有我。那补特伽罗有我呢，它并不是所知的缘故呢，所以呢它是属于说所遮非所知的无遮。那
这边除了说像讲补特伽罗无我之外呢，像是无自性等等呢，或者说无地识呢，都可以把它放在说所遮非所知的无遮里面。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说，无遮呢，就是分为说它的所遮呢是所知的无遮，跟它的所遮呢是非所知的无遮。那这边就提到说，它的所遮呢非所知的这个无遮呢，就包括了像刚刚所讲的补特伽罗无我，因为它的所遮呢是补特伽罗有我，那补特伽罗有我呢是不存在的缘故呢，所以它是属于说所遮非所知的无遮。那同样的呢，以中观中来说的话呢，像是不自性不成立，或者说地识不成立呢，那全部呢都是属于说所遮呢非所知的无遮，因为它的所遮呢，像是自性成立也好，或者说地识成立也好呢，以中观中来说都是不成立的缘故呢，所以这些呢都是归纳在就是所遮非所知的无遮里面。那所以呢，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呢，就是以空性来说的话呢，我们一定是把空性呢安立成无遮，因为我们知道说空性呢，它最主要要遮止的呢，就是有我，或者说像是自性成立，或是地识成立这一些呢，是空性呢它最主要要遮持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空性呢，它一定是无遮，而且在无遮里面呢，它一定是属于呢，就是它的所遮是非所知的无遮的这一类，因为我们知道说它所要遮持的这一些呢，全部都是不存在的。那没有关系，我们先接着往下看。那之后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我们再重新过来复习，就是无遮的部分。那所以这边呢，就等要说是遣他法说智之身时，遮遣该法之所遮品，不令引出成立法呢，是出者的性相，那就提到说是无遮的性相。那接下来呢，就是讲到说非遮。那同样的，就是非遮呢，也讲到说，第一个呢，它要符合是遣他法，就是它要符合就是比喻于觉知显现时现为就是遮遣相这一点之后呢，那接下来就是它符合第二个条件，就提到说他在说智之声时，就是发出这个声音的时候呢，除了遮遣该法之所遮品之外呢，它能够另外引出成立法。那这个呢，就是非遮跟无遮不同的地方，就是无遮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像是无瓶或是非瓶呢，它在遮遣掉就是有瓶子跟不是瓶子这一点之后呢，它并不会引出另外的成立法。那符合这以上条件的呢，是属于无遮，但是非遮呢，并不是这个样子。非遮呢，它是遮遣掉该所遮品之后呢，它能够引出另外的成立法。那所以呢，在讲非遮的时候呢，那我们举一个最容易懂的例子呢，就以非非品来做举例。就是非非品呢，它本身呢是遣他法。那在说非非品的声音的时候呢，它除了遮遣掉该法的所遮品，就是不是瓶子这一点之外呢，那它能够另外引出的成立法呢，就是瓶子。就是我们讲说非非品，我们知道说非非品它的所权是瓶子嘛，所以它在遮遣掉就是该法的所遮，就是不是瓶子这一点之后呢，它能够引出另外的成立法呢，就是瓶子。所以呢，它的引出的成立法就是瓶子这一点。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非非品呢，它就是属于非遮。我们这边呢，就先来讲解一下说，就是非遮呢，又可以分为两种，就是非遮遣他法。那同样的，非遮遣他法跟非遮两者呢是同义的，所以呢，非遮遣他法呢可以分为觉知遣他法跟意志相遣他法这两种。那好像看起来呢，就是讲得很复杂，就是他讲到说，就是第一个呢，非遮呢，它是非遮遣法，然后仅存于就是分别假立。那这边所讲的分别假立呢，就是跟我们在讲中观中的时候所讲的分别假立呢是不一样的意思。这边分别假立的意思呢，就是所谓的常法，就是它既是非遮，然后又是常法的话呢，就是属于觉知的遣他法。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解释说，就是什么是所谓的就是觉知遣他法，那就是一般我们所讲的，就是像是瓶子的异共相，或者说柱子的异共相等等呢，这些呢，它就是属于常法。那一般我们在讲说这个呢，就是所谓的就是觉知的遣他法。
那所以呢，我们在讲说就是非觉知遣他法的时候呢，一般呢就是提到说就是所谓的义共相。那基本上呢，应该是所有的义共相呢都可以包含在就是觉知的遣他法里面。就是以瓶子或者说天空来说的话呢，就是瓶子的觉知遣他法呢，那所安立的呢就是瓶子的分别心。那同样呢，天空的觉知遣他法呢，就是安立它的天空的不是天空，不是瓶子的分别心，瓶子的义共相。那同样呢，天空的觉知遣他法呢，就是天空的义共相，就是直持瓶子的分别心呢，它所显现非瓶的这个相的这个显象呢，就是所谓的它的觉知遣他法。所以我们在讲说瓶子的觉知遣他法呢，就是瓶子的义共相。那所以同样呢，我们在讲说就是是非遮遣他法，就是它本身呢是非遮，然后且是志向成立的呢，就是属于意志向的遣他法，那就提到说呢意志向的非遮。那同样的呢，我们在讲说这边讲的圣意成立呢，我们不要去理解说像是中观派所理解的圣意成立，或者说呢唯识中呢所讲的圣意成立。这边所讲的圣意成立呢，就是很纯粹的呢，就是以色类学来说，大部分都是以经部中的角度来做解释，所以这边讲的圣意成立呢，就是等于是无常的意思。这里所讲的圣意成立或是第十成立呢，都是指跟无常是同义的。所以就提到呢，它本身呢是非遮，然后又是无常的话呢，它就是属于意志向的遣他法。接下来呢，就讲到说譬喻的部分。那第一个呢，就是讲到说无遮的部分。那这边所指的譬喻呢，就是提到说无宝瓶与无宝瓶的同位。那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说宝瓶跟无宝瓶。那无宝瓶我们这边可以直接理解为说不是瓶子，就是说瓶子呢跟没有瓶子呢，它本身是不可能会有交集的。同位就是指说它们两个是否有交集，是瓶子跟非瓶子它本身就是没有交集的。所以说瓶子跟没有瓶子的交集的空呢是无遮。所以任何一法呢提到说它和不是它的同位的空的这一点呢，一定是无遮，就是我们这里所讲的无宝瓶和无宝瓶的同位呢是属于无遮。那接下来呢，假如说觉知遣他法，就提到说在分别上显现为非宝瓶是觉知遣他法。那其实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在这个分别呢，就提到说直指瓶子的分别心之上呢，显示为非瓶子的呢，那它就是属于瓶子的义共相。那也就是这边所讲的，就是觉知的遣他法。那同样呢，如果是柱子的话呢，就是在柱子的分别心上呢，显示为非柱子，那就是柱子的觉知显他法。那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也就是每一个法呢，它的义共相呢，就是它的觉知显他法。那接下来呢，就提到说，就是瓶子的意志向遣他法，那就提到说呢，非瓶子，非瓶子这个呢，就是瓶子它的意志向遣他法，就是呢，像刚刚所讲的，它本身呢是遣他法，那它在遮止掉瓶子之后呢，那又安立了一个成立法，那这个成立法呢就是瓶子。所以我们知道说，只要是提到说意志向遣他法的话呢，一定会是无常法，它不可能是有常法。这边呢，我们就是讲完了说非宝瓶呢，它就是意志向的遣他法。那这边呢，此复遮遣法可分为，就提到说遮遣法除了上面的不同的分类之外呢，那这边呢又可以作为不同的分类。那就讲到说自之生时呢，遮遣该法之所遮品，不令引出成立法，或说呢，他在遮遣该法的所遮品之后呢，能够直接引出，或者是呢，他在遮遣该法的所遮品之后呢，能够随复引出，或是能够应时引出这四种。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讲到说这边分法呢，又可以分为说，在说自之生时呢，遮遣该法之所遮品呢，然后可以分为说，就是不另外引出成立法，跟能够另外引出成立法。
哦，能够另外引出成立法跟不另外引出成立法这两种。那第一个讲到说不另外引出成立法，那能够引出成立法里面呢，又分为说能够直接引出跟随附引出这两种。那还有第三者呢，就是除了能够直接引出跟随附引出之外呢，那最后一种就是能够应时引出。那所以呢，总共分为这4种。那第一个呢，讲到说不另引出成立法呢，就提到说，那第一个呢，我们就讲到说无瓶的地方，就是说没有瓶子的地方，或者说限量所原不到瓶子的瓶子不为限量所原到的地方。那其实意思呢，就提到说没有瓶子的地方。那这个呢是属于说就是不另外引出成立法，或者说我们讲说呢抱歉，这个是属于说就是能够引出，能够直接引出，能够直接引出成立法的，就是我们在讲说该所遮品呢能够直接引出成立法的呢，就讲到说比如说就是刚刚所讲的。那还有呢，就像刚刚所讲，像是没有瓶子的地方，或者说呢没有山的草原，那这个是属于说呢能够直接引出成立法的。那它能够直接引出成立法是什么呢？像无瓶的地方，那地方这个呢就是它所直接引出来的成立法，因为地方呢它本身是属于成立法，所以它遮止掉没有瓶子这一点之后呢，它直接引出了就是地方这个成立法。那同样的呢，就是没有山的草原，在讲说没有山的草原的这个声音的时候呢，它遮前掉该法的所遮品，就是有山遮点的，然后直接呢引出了就是草原。那草原呢，它本身是在成立法跟遮前法里面，它是属于成立法，所以就像刚刚所讲的无凭的地方呢，跟没有山的草原呢，它是属于说能够直接引出成立法的。那随附引出呢，就提到说刚刚所讲的，就比如说是非瓶这一点，非瓶呢，它不是能够直接引出，它是属于说随附引出。为什么呢？就想要说它在遮止了就是非瓶这一点之后呢，它遮止了非瓶这一点之后呢，那因为是非瓶，我们透过非瓶呢，然后所以后面可以随附引带出它所要引出来的东西呢是瓶子的这一点，所以呢它是属于随附引出，并不属于直接引出。那还有另外一个随附引出的一个例子呢，就是直接讲起来会比较好笑，就提到说天寿胖子白天不吃饭。那天寿呢是指一个人，那这个人呢他是胖子，那假如说他白天不吃饭的时候呢，他随附引出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胖，就是会吃很多东西，所以他随附引出的就是他晚上吃东西，他白天不吃东西，他晚上吃东西，所以天寿胖子白天不吃饭呢，这个声音呢，它随附引出就是天寿胖子呢，他其实是在晚上吃东西。就是还有一种呢，就是提到说，它不是直接引出，也不是随附引出，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探讨到应时引出这一部分，就是它不属于直接引出，也不属于随附引出的呢，就提到说，就是天寿胖子白天不吃东西，然后呢，他也非瘦子。那这个呢，它是属于不是直接演出，也不是随附引出，因为我们就提到说，天寿胖子呢，他白天不吃饭的话呢，那有一个就是不是瘦子。那这个在社类学里面呢，就是没有提到就是非直接引出也非随附引出的这一种。那这个呢是在其他讲述无遮跟非遮的时候呢，有提到就是把这个拿来作为例子，就是提到说，天寿胖子白天不吃饭，然后呢，所以有非瘦子。应时引出呢，就提到说，就是王子义成呢，那义成我们知道说，就是世尊呢，就是还没有出家之前，就是还是悉达多太子的时候呢，他就做义成太子。那义成太子呢，他是王族和婆罗门随一，但是呢，他非婆罗门，就是
或者说我们也不要用王子异臣来讲，就是我们提到说，就是一个人呢，你知道说他呢是贵族跟婆罗门两者之一，但是你知道说贵族跟婆罗门两者之一呢，但是你确定他不是婆罗门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确定呢他是贵族，就如同说就是王子异臣呢，他是王族跟婆罗门二者之一，然后确定他不是婆罗门的时候呢，那讲到说确定他不是婆罗门，那我们自然就可以理解到说王子异臣他是属于王族，那这个就是属于应时引出。那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就是在讲述就是遮前法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它分为无遮跟非遮。那此复呢，就是非遮呢，又可以分为四个，就是刚刚所讲的，就是直接引出、随复引出，然后非直接也非随复引出，然后还有呢应时引出这四种。那这四种呢，都是属于在非遮的部分。那为什么呢？在这边要讲述，就是像无遮、非遮，或是遮前法、遣他法这一些，或者说讲到说遮前法跟成立法呢？那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为什么这一部分是很重要的呢？那这边在讲说遮前法，它是属于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提到说，我们都提到说我们要证得空性。那在证得空性之前呢，要先了解空性。那在了解空性之前呢，我们就要知道说，空性它所要遮持的所遮呢，到底是什么东西？就是要遮止所遮。那这个所遮呢，我们是属于要直接的遮止呢，或者说间接的遮止，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随附遮止等等。所以说，如果我们不知道说这个所遮呢，它是要直接遮止，或者说要间接遮止，或是它是什么样的方式，我们如果不清楚的话呢，那我们就不可能了解空性。那既然不了解空性的话呢，就没有办法证得空性，所以才会提到说遮前法呢非常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它能够帮我们了解。要了解空性之前呢，我们要先知道说我们的所破，就是说我们所要遮持的这个呢，到底是什么东西。那所以一般呢，我们在讲空性的时候呢，是提到说直接遮除所遮的无遮，就讲到说直接遮除所遮的无遮呢，它是跟空性是同义的，或者说它本来就是一切的真实义的状态呢，就是直接遮除所遮的无遮。那宗喀巴大师呢，为了诠释这一点内容呢，那无论说像是在了不了义、三说张韵也好，或者说路中论、善显密意书等等讲述空性的这些论点里面呢，都是不断的呢在探讨这个问题，或者是不断的呢在解释这一点。接下来就剩下就是潜入跟沉入的部分。那基本呢讲完潜入跟沉入之后呢，我们就是社学的课程呢就等于是完毕。